千次，仍也覺未慣。當初的片段已去未返，藏在我心裏，更非短暫。情形濃，夢境漸淡。錯過百千次，情也覺未散。今天只握着愛意未減，無奈我心裏帶點空泛。誰令我面對恨共愛之間？可否一再抱緊我臂彎，再吻我吧？可否不再離開我願孤單，來換你伴一晚？此刻一再抱緊我臂彎，再吻我吧？此刻不再離開，要讓孤單埋藏於今晚。千次情也覺未散，今天積壓着愛意未減，無奈我心裏帶點空泛。誰令我面對恨共愛之間？可否一再抱緊我臂彎，再吻我吧？可否不再離開我願孤單，來換你伴一晚？此刻一再抱緊我臂彎，再吻我吧？此刻不再離開，要讓孤單埋藏於今晚。告別後縱使沒有真對話，願能回頭望多一眼。再會吧，縱使盡毀於這一誕，仍期望再聚多一晚。可否一再抱緊我臂彎，再吻我吧？可否不再離開我願孤單，來換你伴一晚？此刻一再抱緊我臂彎，再吻我吧？此刻不再離開，要讓孤單埋藏於今晚。多麼不願觸動你生命的門鈴，多麼不相信緣起緣滅天注定，傷了所的心，逃不了宿命的精靈，閉上了眼睛，感覺忽遠又忽近，找不到你蹤影，卻又夢到你傷心。紅塵裡有誰可以找回過去的曾經？
爱火为你烧呀烧不尽，泪水为你一生流也流不停。不曾世界看不清，情是和睦是在深奥难明。爱火为你烧呀烧不尽，泪水为你一生流也流不停。爱火苦苦的追寻，已经狠狠烧伤我和你。多么不愿意触动你生命的门铃，多么不相信缘起缘灭天注定，伤了所的心，逃不了宿命的精灵。闭上了眼睛，感觉忽远又无近，再努力找不到你踪影，却又梦到你伤心。红尘里有谁可以找回过去的曾经？爱火为你烧呀烧不尽，泪水为你一生流也流不停。不曾世界看不清，情是和睦是在深奥难明。爱火为你烧呀烧不尽，泪水为你一生流也流不停。爱火苦苦的追寻，已经狠狠烧伤我和你。爱火为你烧呀烧不尽，泪水为你一生流也流不停。不曾世界看不清，情是和睦是在深奥难明。Hello， 大家能听见我的声音吗？好 ，Hello 啊。OK， 好，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去讲解一下这个 Longchain 的新版本啊。当然这个上课之前呢，我要介绍一些内容，大家仔细听，然后后面呢，看看你有没有必要跟这个直播，好吧？首先呢，我先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讲解的这个 Longchain， 咱们是讲解了一个新的版本啊，就是 V1.2 这个版本。当然现在应该是 Longchain 最新的版本，它也没有超过什么 2.0 之类的啊，现在还没有，最新的就是 V1 点几版本啊。那其实呢Longchain V1.0 这个版本之前它是一种样式啊，那之后呢它又是一种样式，也就是说你现在看的 1.2 和 1.0 实际上操作上它应该都是类似的啊。那未来它这个 Longchain 架构上到底要不要再改变，这个倒不好说，好吧，倒不好说，反正 1.0 和1.0 之前是有一个大的改变啊。那这就回到我们的VIP 这个课了啊，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就现在我们是有一个大模型工程师对吧？就是肖老师讲了一版这个 V1.0， 在这里新版啊 Longchain V1，那我想说的是现在啊就是这个 Longchain 的这个版本啊 Longchain 的这个版本实际上应该也是用的 V1.0 之后的版本那这里面讲解的内容呢也是今天晚上我会讲一些重复的内容啊，